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25天，也是乌军在库尔斯克的第231天。虽然特朗普帮助普京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库尔斯克有一部分还在乌军的手中。虽然特朗普配合普京唱双簧，说还有很多乌军被俄军包围，然后特朗普请求普京不要杀害他们。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因为今天俄罗斯的国防部下令1周内收复库尔斯克。俄罗斯国防部要求在3月底全面收复库尔斯克。这种命令恐怕只会来自于普京有媒体报道说普京在3月23号晚上乘坐直升机抵达库尔斯克前线，再次到库尔斯克去督战。因为普京非常着急一边要停火，一边库尔斯克还没有能把乌军赶走。普京分别在2024年10月1号要求收复库尔斯克，后来改成10月15号，后来改成12月31号，后来又改成1月20号一直在改。这回改成3月底之前务必收复库尔斯克。实际上乌军在库尔斯克现在只控制100多平方公里，已经半个月过去了。俄军可以说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上一次乌军从苏贾撤退就是被俄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俄军和朝鲜军队在乌军被切断情报共享以及援助之后俄军趁机对乌军发动猛攻，乌军只能战退。现在乌军稳住阵脚俄军就没有办法了，害得普京亲自再一次到库尔斯克去督战，给格拉西莫夫下了死命令，3月底之前必须收复库尔斯克，这样他好停火然后跟特朗普勾兑，继续忽悠特朗普施压乌克兰以领土换和平。但是呢，泽伦斯基显然不会束手待毙虽然特朗普已经跟普京已经暗中勾结起来了，但是乌克兰人呢，泽伦斯基依然要保持一个策略，既不能真正的得罪特朗普，得罪特朗普小集团但是他也不能让步，所以继续跟特朗普和普京在周旋你比如说在别尔格莱德，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源称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在德米多夫卡附近的防线，前线俄军称乌军正在扩大控制区，野战工程车不断拓展通道，我们的人在反击，但情况很复杂。这是俄军说消息源还指出，乌军在别尔格莱德大量使用光纤控制的 FPV 无人机。我看有记者说由于俄乌双方在前线都在大量使用这种 FPV 无人机就是带光纤的，因为这个能有效的对抗电子干扰。由于双方都在大量使用这种带光纤的FPV 无人机导致战场上密布废弃的光纤，就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而这种光纤也十分坚韧不容易断以至于俄乌两军很多车辆都被缠住，动弹不得。别尔格莱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严肃地宣布，在社交媒体上他说，由于乌克兰国防军自3月18日开始的有限特别行动，边境克拉斯诺亚鲁日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已撤离，涉及约14000名俄罗斯居民这是别尔格莱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他宣布的也就是说明乌军在别尔格莱德州已经扩大了很大地盘，该州全境进入州级紧急状态。州长说别尔格莱德州的局势依然极其困难和紧张，乌克兰武装部队每天都在袭击该地区，造成房屋损毁，平民伤亡，已经组织当地人在撤退另据消息人士报道，俄军在别尔格莱德州的格拉夫卡和杰米多夫卡地区面临被包围的这种局面。所以说普京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你把乌军从库尔斯克赶走了，库尔斯克还没有完全收复，结果别尔格莱德又丢了一块。泽伦斯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他视察了顿涅茨克前线。泽伦斯基22日视察顿涅茨克前线，在军方人员陪同下走进了位于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地堡。据报道波克罗夫斯克当天受到俄军的攻击，泽伦斯基听取了军方指挥官的汇报，感谢他们为捍卫国家
坚守岗位，祝愿他们打胜仗。这个泽连斯基还到了哈尔科夫，与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以及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等军方高层开会，商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前线局势以及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行动，同时也为即将在沙特同美国代表举行谈判做准备。这个泽连斯基啊是硬汉一条啊，面临着美国的种种背叛，对吧？美国人呢，那个中东特使斯特科夫啊，在释放一些信息信号啊，要迫使乌克兰要进行总统大选，甚至向外界放风啊，说乌克兰已经答应了。这个最近啊，这个黄俄媒体啊，还有俄罗斯的媒体报道比较多，但是啊，好像没有其他的媒体在证实这个事啊。乌克兰方面也没有出来回应，因为这个原始出处是那个什么卡尔森啊，对美国的中东特使什么威特科夫啊进行采访的时候说的，没有第二个出处。但是这个也够扰乱这个人心啊。那泽连斯基的回应呢，很简单，对吧？那就是强硬，到前线视察，展示自己的决心，对吧？用进攻啊告诉特朗普，对吧？你接着谈吧，对吧？这个停火不停火就看你特朗普操心了，反正乌克兰都答应了，无条件停火，你让普京啊也停火吧，不停火那就进攻比尔格莱德，进攻库尔斯克，用飞机啊导弹轰炸什么恩格斯空军基地。我们再看看这个欧洲人呢到底在干什么啊？不是说周四啊这个斯塔默啊，就是英国人组织啊30多个国家成立这个志愿者联盟啊，他们要商量派兵进入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后面好像没有下文，不了了之啊，甚至传出啊马克龙说建议由联合国派兵，那泽连斯基一口拒绝啊，认为联合国保护不了乌克兰，要么是北约，要么是欧洲的联军。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啊，那么这个英国啊，他牵头啊搞的这个国际联盟，目前到底是什么个状态？最新的表态是什么？3月23号，也就是昨天呢，这个捷克总统帕维尔说啊，他说捷克共和国已准备好派遣其军队作为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前往乌克兰。他在接受欧洲真理报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但是捷克总统啊列举了该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条件。他说啊，我相信只要有派遣这支特遣队的共同意愿，捷克共和国就会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有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集团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我深信捷克共和国应该是其中之一。也就是捷克啊，共和国总统帕维尔昨天还在强调，捷克会派部队进入乌克兰啊。现在就看欧洲国家哪些国家愿意去。此前，意大利报纸《共和报》卷文称，西方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派遣亚洲和南美国家维和部队的可能性。该报称啊，预计将由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士兵参与其中，而且按照正在讨论的计划，第2支部队将由所谓的自愿联盟组成，也就是部分北约国家。此前，《泰晤士报》援引英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欧洲国家希望向乌克兰派遣逾万人的维和部队。有消息称，法国和英国可以提供大部分援助，但英国首相斯塔默获得了更多的国家的支持。你看，这说法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个斯塔默组织的这个叫志愿军联盟啊，这个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啊，他说啊，根据 BBC 报道啊，说特朗普的特使认为斯塔默爵士提出的组建国际部队支持乌克兰停火的计划是一种姿态和花招啊。大家还记得吧？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当面感谢英国人牵头组织啊这个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这个我们昨天节目介绍了啊，卢比奥还表扬了英国。结果今天啊，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啊，他对 BBC 记者说啊，斯塔默啊组建国际部队支持乌克兰停火的计划只是一种姿态和花招。你看看啊，就是特朗普他这个小集团都是矛盾重重啊。外界传言啊，卢比奥作为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制定外交政策啊，却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外交政策。你现在一看，果然是啊，这卢比奥到底代表谁啊？说的话后面就被这个特使维特科夫打脸了，对吧？前面卢比奥表扬英国，后面维特科夫说英国你这就是耍花招。这个维特科夫啊，除了猛夸普京之外，他还对这个记者说啊，他说俄罗斯100%不想入侵欧洲，俄罗斯不需要吞并乌克兰，声称啊，俄罗斯收复了乌克兰的5个地区，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俄罗斯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并且不会想要更多。这个国际战争研究所啊认为，维特科夫不加批判地重复了俄罗斯关于俄罗斯非法占领了乌克兰领土的状况的几项不准确的说法。他在3月21日采访中表示啊，
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是讲俄语的，并且举行了公投，绝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希望处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根据现有的情况可知，战争打响后，70%到80%的乌克兰人、鞑靼人和犹太人等逃离了乌东四州。俄罗斯随即在2022年9月23号至27号举行假公投，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俄罗斯进行的仍然是刺刀下的假公投。在这种情况下谈公投，那不就是对吧？弄虚作假吗？这个特朗普的小团队以及特朗普现在已经活脱脱的变成了普京的宣传员，普京自己都不用宣传了，不用解释有特朗普和这个什么维特科夫他来解释就行了，为他们的侵略进行合理化。这个特朗普本人你看他是多么无耻在最新采访中，在被问及通过削减援助和情报让乌克兰变得极其脆弱，目的是否是迫使乌克兰坐上谈判桌时，特朗普回答是的。在被问及是否允许俄罗斯继续空袭乌克兰，不对俄罗斯实施任何制裁或让其承担任何形式的后果时，特朗普回答是的，因为他们正在互相攻击。你看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停留在口头上面，甚至口头上面都不敢说就特朗普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不同态度。你不管特朗普是出于什么目的是真的为了和平，还是为了什么也是一种谈判手法、策略、技巧。但是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确实一直在偏袒俄罗斯，在打压乌克兰，迫使乌克兰接受领土混合平。即便这样，普京也不满意普京是篝火难填，普京是要得寸进尺，不仅要得到乌东4个州完整的就是俄军还没占领的地方，他要得到。完了之后，奥德萨现在也在普京的视线之内，也就是特朗普想把普京喂饱，特朗普太嫩。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这个栏目下面还有那么多华川粉？我记得我有一期已经说过了华川粉，什么叫华川粉？不是说你支持特朗普的某项政策或者某几项政策，你就是华川粉。华川粉的一个特征就是就像饭圈一样，就你不能批评特朗普，你只要批评特朗普，他马上就跳出来这叫华川粉。你支持特朗普的某些政策，这没毛病，我也支持特朗普某些政策，但是不能批评特朗普，这个就是属于走火入魔实际上华川粉跟夹头粉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一个茅坑里出来的蛆同源本质上就是畜生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些畜生就像现在还在给夹头洗地夹头偷税漏税的犯法，这些夹头粉还在给夹头洗地，对吧？特朗普干了这么多打压乌克兰，对吧？污蔑乌克兰的这个抵抗侵略的行动，这些华川粉不准你批评他，这不就是畜生吗？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些华川粉就是你侮辱他妈，他都不带这么生气的。但是你侮辱他爸不行，因为他爸就是特朗普但是当然了，他们把特朗普当自己的父亲就像黄俄把普京当父亲是一样的。你可以侮辱他妈，你不能侮辱他父亲。这个反正这个不太好理解就这些华川粉就是这种畜生嘴脸的。这个特朗普他一如既往的在吹今天有个媒体说他说除了我没人能阻止普京。特朗普表示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人，并补充说防止冲突升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特朗普周六晚上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认为除了我之外，世界上没人能阻止弗拉基米尔·普京。我认为我有能力阻止他。他补充道确实特朗普这一点能做到，因为他可以帮助施害者把那个被害者给摁住，对吧？把他手脚给捆上，把他嘴给堵上，不让他叫，这样你看看不就阻止住了吗？对吧？让地保老人在那歇一会儿，地保老人一看已经控制住了胜利在望，他就不再进一步侵害，他就等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对吧？这个特朗普带头给普京跪下，也能阻止这个冲突升级如果要投降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投降呢？你直接找普京投降不就完了吗？还没有中间商，对吧？你还赚不了差价，人家直接就投降普京不就完了吗？什么矿场，什么扎波罗热核电站，为什么给你美国人呢？俄罗斯说了，普京说了，说俄罗斯无意将扎波罗热核电站转让给任何人。俄罗斯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站长叫切尔尼克丘告诉塔斯社说，除了俄罗斯，没有人能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它的财产属于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则表示，他们认为与乌克兰联合管理扎波罗热核电站没有任何意义，并表示打算将核电站接入
俄罗斯的能源系统。也就是特朗普想得到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没门，普京啊并没有打算把扎波罗热核电站赏赐给美国人，对吧？得看他心情啊，得看你特朗普啊，这还有没有什么成果，还能不能从乌克兰的榨出油水出来，能不能逼乌克兰放弃领土，对吧？你得再立新功啊，到时候才有可能啊把扎波罗热核电站赏赐一点给美国人。当然了，你也不能说特朗普啊都干的都不是人事啊，所以咱们一直说啊，特朗普他做的对的地方，咱们也说一说。这个3月23号，彭博社消息啊，说美国领导层的代表尚未同意限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消息称，此前白宫曾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为了向乌克兰施压，曾暂时停止武器的供应，但目前美国尚未同意对乌克兰采取任何限制。以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情报贡献，现在就是一切照旧，也还在继续。大家别忘了啊，能够保持给乌克兰军事援助，即便不再新的增加啊，能够维持拜登同意的那些，这都已经是特朗普啊法外开恩呐。就这个啊，特朗普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啊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感谢特朗普啊。3月23号，法国航空专家、地缘政治和战略分析家德拉特尔表示啊，法国在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斗机之前，对其进行了一些改进。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可以通过与目前任有幻影2000战斗机在服役的国家达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幻影2000战斗机。由于这个幻影2000战斗机啊，它设计不是为了支援地面部队这个进攻而设计的，它不是为支援地面部队的，所以说为了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更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幻影2000战斗机到乌克兰之前，先要进行改装，让它能够啊有这个更加现代化的雷达，可以发射更多的这个锤子炸弹呐，对吧？各种制导炸弹，并且啊还要有空中拦截、格斗等能力，也就是说可以打击俄罗斯啊发向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巡航导弹，要进行改造升级。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啊说，俄乌分歧严重，白宫力争复活节前促成停火计划将延后。美国彭博社23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爆料称啊，白宫力争在2025年4月20日前，就是复活节啊，促成俄乌停火协议。但白宫承认，鉴于俄乌双方立场存在巨大分歧，这一时间可能会延后。这个目前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啊，也还是这个美国的中东特使啊，这个维特科夫他透露的啊。首先一个，乌克兰加入北约已经不在范围之内了，就是连讨论都不要讨论了。这个似乎啊，泽连斯基也承认了，因为作为北约的主要国家美国，他不同意，说了也是白说。连那个最积极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那个叫什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啊，都已经放弃了。但是啊，那怎么给乌克兰保障呢？说让乌克兰用领土换取北约第5条款。这个北约为什么厉害？就是一个第5条款。什么第5条款呢？就是当一个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候，那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有义务，对吧？去抵御，帮助这个国家抵御侵略。具体的这个领土换取北约第5条款，这个维特科夫暗示啊，他说啊，北约成员国在乌克兰遭受攻击时，北约有参战的义务。你看看啊，这个条约它不是用来保护乌克兰的，也就是这个第5条款呢，它适用的范围还是它的北约的成员国。以前是成员国啊，你在你自己的国家被人遭到人家侵略的时候，就触发第5条款。现在也就是说啊，把它地点给它改了一下，就是成员国你在乌克兰遭到袭击，也适用第5条款。这个如果说北约这些国家都同意，一致同意签字啊，就把这第5条款的适用范围给它扩大一下，不是在你本土，而是在乌克兰。你比如说英国啊，带领这个欧洲这些北约成员国在乌克兰执行任务，那么如果他遭到俄罗斯的这个打击，那么就会触发第5条款。你看这个弯绕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乌克兰要放弃乌东4个州还有克里米亚。当然这只是放风啊，具体的条款是不是后面会有所改变，这个不好说。总之啊，你要谈判，那乌克兰肯定会失去一部分领土换和平的。但是乌克兰他是没有办法答应领土换和平。泽连斯基的表态啊很强硬，但是我想他最多能让步到什么程度呢？他最多能让步到俄罗斯实控的地区啊，由俄罗斯占领，但是他不承认，他绝不承认那领土是俄罗斯的，但是他也没办法把它夺回来，那只能让俄罗斯占领，保持现状。也就是最后一个是一个停火状态啊，什么时候啊？等到乌克兰准备好了，对吧？那就接着打呀，借口有的是啊。当然了，这个维特科夫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乌克兰要进行选举，选一个
亲俄总统上来啊，这事就解决了，对吧？由亲俄总统承认这些领土都是俄罗斯的，对吧？就像那个什么，对吧？那个印度跟俄罗斯那不都是这么办的吗？永远没有争议了啊，自然由大儒来辩经呐，对吧？自然有加头的这样的人物出来禁止别人讨论，对吧？历史问题，谁要讨论历史问题，格杀勿论，这个也是一种悲哀啊。所以说啊，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会一蹴而就，这中间恐怕有很多这种委曲求全呐，迫不得已啊。自从特朗普和普京两个人通上电话以后啊，大国在乌克兰的态度啊，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这我一直在讲啊，大家也自己可以关注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宣传乌克兰多了，这在3年前啊，这在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难以想象啊，基本上只有宣传俄罗斯，尤其是咱们的对吧，喉舌央视只有俄罗斯的声音。但是现在啊，经常会有泽连斯基的声音，会有对乌克兰的报道，跟乌克兰签署各种这个合作协议。咱们以前只能看到凤凰卫视那个卢宇光他采访俄罗斯的军队和俄罗斯的视角去看前线，但是现在很蹊跷啊，卢宇光不见了，难道大家不觉得奇怪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凤凰卫视的叫陈颖的，他跑到乌克兰去了，跟着乌军一起行动，到处报道。你说说这个难道不是变化吗？这就是微妙变化啊。还有最近啊，这个国内流传这个应该是外媒啊采访2位中国人，往常啊都是中国人在俄罗斯帮俄罗斯打仗，但是这回变了，是中国人在乌克兰帮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大家看视频啊。是于Я приїхав сюди у липні 23-го року, щоб займатися волонтерством. Після того, як росіяни підірвали Новокаховську дамбу у червні. І я тут вже 2 роки. Я приїхав в Україну у вересні минулого року до прекрасної Одеси, потім до Львова, до Києва і побачив багато наслідків війни. Я відчув, що ця загарбницька війна дуже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а. Ми не повинні миритися з диктатурою і агресією, ми повинні захищати мир. Коли я був дитиною, до 10 років ми знали, що є тільки одна країна, і вона називається Радянський Союз. Але з історії ми знали, що Україна не така, як Росія, що вони розмовляють іншою мовою, носять інший одяг, мають іншу релігію та іншу культуру. Україна, я думаю, історично старша за Росію, і культура походить від Київської Русі. Я також знаю, що українці більш дружелюбні і толерантніші, ніж росіяни. І це те, що, на мою думку, відрізняє Україну від Росії. Росіяни тут заради грошей. Вони не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це інша країна. Вони прийняли неправильне рішення. І я думаю, що більше росіян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що вони не повинні приїжджати на цю землю зі зброєю. Тут це не вітається. Всі у світі знають, що Росія вторглася в Україну, і всі у світі знають, що Китай – це країна, яку Росія окупувала найбільше в історії. Є історія вторгнення Росії на китайську землю, вбивство китай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більшість китайців усвідомлюють той факт, що те, що сталося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відбувалося і у Китаї, включаючи вбивство людей і окупацію земель. Це зробили росіяни. Росіяни зробили це. Я приїхав в Україну насамперед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ротистояти вторгненню і заради миру в Україні. 这2个中国人呢，名字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一口中国话我们听得懂。他是加入抗俄援乌志愿军，而且是加入了第101旅无人机那个什么营。我看样子好像是乌克兰的媒体在采访他。这样的视频在国内这个社交网站上流传，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以往我们哪看过中国人在这个乌克兰战场帮乌克兰帮乌军的？没有，都是帮俄军有。这就是变化啊！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啊？对乌克兰，对吧？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有没有什么帮助等等？这个可以进一步观察。各路媒体，对吧？现在都在报道跟俄谍之间这种各种不顺畅，对吧？又是中欧班列大量减少，对吧？又是俄罗斯出台好多限制大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政策，又是加关税，又是远东大开发延迟，西伯利亚2号这个什么管道又在是吧受到这个就是推进不顺利，图们江出海口现在不了了之，1年多过去了，不仅那个破桥没有拆掉，据说还要修一个新桥，新桥更矮。
你是再上一把锁，你看看这些细节，都似乎在说明一些问题。社交媒体上以前挺俄的大 V， 现在似乎都在转向，是不是他们受到了某些这个暗示不太清楚至少有一些聪明的大 V现在似乎在偷偷转向说来说去还要看欧洲这个欧洲打铁还要自身硬，在欧洲这把烂泥到底能不能糊得上墙，对吧？这是关键。还要看这个德国的梅尔茨要正式出任总理，对吧？是不是这个情况会好一点？欧洲欧盟到现在不要说400亿欧元了，就连50亿欧元现在都凑不齐还在互相扯皮，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还寄希望于普京对吧？良心发现寄希望于俄罗斯的铁蹄停止在乌克兰。谁能想到普京盼星星盼月亮，没有盼来军事援助，却盼来了特朗普的温暖，特朗普的帮助。你说这谁能想得到呢？但愿这一切不要持续的太长。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